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南市政府的文化局举办着一如春风行透透的活动，以舞台车的形式，巡回大台南各地区来做表演，要甲艺术带入台南市每一个角落。第一场伫咧安定区开幕演出，有1000多人到场观看。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举办的2022艺如春风走透透活动，头一场是伫安定运动公园的垒球场进行开幕演出，现场有福尔摩沙马戏团、潘多拉的阿爸等等趣味的表演。将近1000个座位都坐得满满的了，所以对于义文活动来讲，在台南来讲，确实是我们人民都非常喜爱的，也是期盼我们市政府文化局未来能够常常有义文活动到我们安定区。 伫表演拍风雷的时，表演者嘛制作紧张和趣味的动作来和台下囡仔、各有家长做互动。我觉得这种义文活动还蛮好的，对啊，然后就是可以让家就是亲子一些互动啊。 艺如春风走透透活动自3月到6月，总共3个月时间，有33场表演活动，有趣味的民众拢会当来欣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